大家有冇試過臨近 deadline 嘅時候，腦裡面一堆嘅待辦清單同埋情緒、擔憂等等，一次過浮晒出嚟呢？個心就好似電腦開咗10個視窗，結果一個都做唔好。點樣先可以令我哋嘅心重新聚焦喺重要嘅事情上面呢？大家好，又係我 Frankie 喺心照減壓站同大家分享靜觀減壓嘅小貼士啦。今個星期係精神健康關注週，希望提高大家對自己身心健康嘅關注嘅。心好容易散亂，成日喺未完成嘅任務啊、擔憂或者唔開心嘅事情走嚟走去。如果唔處理嘅，注意力就會被拉走，令我哋更加焦躁不安。咁可以點做呢？不如試下以下3個步驟啊。第一，首先覺察下自己此刻嘅感覺同埋情緒，知道自己個心跑咗去邊線。第二步，專注呼吸，感受吸氣同呼氣嘅節奏。呼吸就好似一條繩，將個心拉返嚟，幫你穩定喺當下。第三步，將呢份覺察由呼吸擴展到全個身體，就好似將散落嘅光聚焦成一盞燈，照亮返此時此刻。如果你想有系統咁樣學習靜觀嘅技巧，幫自己調節情緒，我哋會喺6月10號舉行一場免費嘅靜觀簡介會，到時會介紹一下由牛津靜觀基金設計嘅8星期生活中嘅靜觀課程。而家仲有早鳥優惠添，只要喺5月21號之前報名就可以減200蚊啦。想報名或者查詢，可以去我哋嘅網站，或者直接 WhatsApp 我哋94613944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嘅，記住 Like、Share 同埋 Follow 我哋啊！多謝支持。